原来是花郡主啊！我问你，10年之前，云苍岭一战中，你是不是当时负责押送粮食的官员？那时你并不叫朱瑾，而叫连月。花郡主在说什么呀？下官听不太明白。诬陷朝廷命官，罪名可不小啊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我只好把东西交给陛下，让陛下来定夺了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你心知肚明，还需要我拿给你看吗？若不是有那东西，我又怎会找到朱御史这里来？那东西怎么可能还在呢？你果然就是连月，就是因为你，当年我爹娘重伤濒死，战士们损失惨重，数万人因你丧命。你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花琉璃呀，花琉璃，我即便做了这事儿，又怎会告知你我的上头是谁呢？即便我告知于你，我便能活？连你家人的性命也都不管不顾了吗？叛国之罪株连九族，你偏执意替你的主上隐瞒，甚至不顾抄家灭门吗？若你今日说出你上头之人是谁，届时你性命可保，陛下仁心也会给你的家人一条生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呢。爹爹，你们不要吵架。你什么时候陪我玩捉迷藏呀？你先藏起来，爹爹一会儿去找你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朱御史今晚在书房中毙命，现场还有个小女孩，不停在说花郡主的名字。有没有走漏消息？没有，您放心，大理寺将整个案发现场包围，没有任何人进出。走。夫人，夫人别哭了。殿下，这胸口上的伤是重伤，是剑伤，疑似软剑。看这伤口确实像琉璃所为，他怎会不与姑商量就一意孤行？他为何要杀朱御史？小姐，你大晚上跑出去打架，还伤了一条胳膊，到现在才跟我说，你怎么这般能耐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莫不是在外面惹是生非？此事需不需要禀报老爷跟夫人啊？怕是不用告诉了，事情他自己就会来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朱御史昨天晚上死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可惨了。本来啊，这事没人知道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有人去知遇京府击鼓鸣冤去了，说是人证物证都在，就是花郡主干的。天哪，太吓人了吧！那然后呢？然后太子殿下也没办法呀，现在让那些文官逼着上花家拿人去了。琉璃，夫人，小姐在换衣服。换衣服？夫人，不方便。让开！娘，琉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。琉璃，朱御史真的是你杀的？我倒是想杀他，
可是我没有。我谎称我有证据，诈他承认了身份，也许是顾及家人，他刚要说出真相。这辈子，我终于能自己做回决定了。好，我告诉你。那几个黑衣人只是想办法缠住我，却显然是冲着朱御史来的。慢慢！慢慢！到底是何人要如此心狠？那个朱御史改头换面，他就是10年前粮草官连岳。当年他故意拖延时间押送粮草，你和爹差点就死在那里。我认识的那么多战士全都在那里死了。这个大仇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忘。这个仇当然要报，但你也不能如此冲动啊！娘不希望你再有什么闪失。太子殿下，不是老臣不让你进去，实属是太子殿下来意不善，恕老臣无能为力。谁说古使来抓他的？那太子包围了花家，这又是来做什么的？孤此番带兵前来，只为凭宫中悠悠众口，若有冒犯，日后自当赔罪。小姐，太子殿下派了好多人在外面，他不会是……太子殿下，袁伟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怎么？我不说话，你便一句话也不与我说了？方才你父母误会了我，我都没有委屈，你怎么在我这儿倒委屈上了？我昨夜一时冲动，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怎么会呢？我被人骂又不是1天2天了，为了你被人骂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，人又不是你杀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杀的？万一是真的呢？你不会。你就这么相信我呀？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日有人说我杀了人，你信不信？信。真的？好了，你别生气，我怎么会不信你呢？你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太子。怎么了？快给姑看一下。
受伤了？这是顾从太医那里特意找来的药。好了，还疼吗？不疼。其实我找这个连月找了很久了，只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胆大。我昨夜去问他，其实是想问他背后的主谋到底是谁，没想到反被利用了。就算问到背后的主谋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杀过去吗？凭你一个人？花琉璃，你都知道了朱御史的问题，为何不告诉我，还把自己伤成这样？你干嘛凶我啊？给你看个东西。那个小女孩很喜欢去书房玩，我昨夜离开时在桌案下面发现了这些没有烧完的信，都被她放在了一处垫子上，估计是这样才没有被他们发现。算了，我一会儿去跟二位将军商议一下之后的事情。琉璃，你也要花时间好好想一想，我可是要与你过一生的人。如果连月的身份都被花琉璃知晓，那……琉璃刚进了门，杀手便随即跟来。看来连月确实找到幕后之人的关键所在了。琉璃如今受了伤，在家静养，外面的一切风雨由孤来承担。二位将军，大可放心。只不过接下来的万国宴，孤便不会邀请花家前去，免得在众人面前，有人将此事渲染放大，针对琉璃。二位将军，多体谅。太子殿下考虑周密，我花家应该感谢才是。另外，云苍岭之战，晋国与金破国可以说是两败俱伤。这背后有人设局，其心不在晋国之伤，而在晋国之位呀。季桓在，你先将花家在大理寺挂上号，就说朱御史之死，花家有重大嫌疑，先行管控，看押在西郊花宅之中。是，殿下，你说这朱御史之死，会不会是那贺远亭故意从中挑拨的？大老虎出山了，既然他已经露出了獠牙，那孤就要会会他，看他是否能到孤这个位置。自陛下身体日落西山的消息放出以后，玉京城中多有异动。殿下，您也要多加小心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富贵险中求。我们既然谋划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吗？来，一起推断一下，上面都写什么了？这太子殿下不让我出门，只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，真是要闷死。小姐，那是什么呀？不会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哎呀，别慌别慌，
可能是老鼠吧。啊，你才是老鼠呢！赶紧过来帮我一下。佳敏姐姐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啊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啊，别碰，我腰闪了。你赶紧扶我找个地儿坐下再说。走吧，坐。啊，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呀，怎么还从我们家密道进来了？要不是那帮守卫拦我，我至于这么狼狈钻到狗洞吗？还敢笑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十分欢喜的，真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如此的姐妹情深。佳敏姐姐竟然为了见我而去钻狗洞，真是我的好姐姐。脏死了，脏死了！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刚才在那边是不是想出去？是啊，他们大门守得可紧了。男人真是靠不住，文官压力顶不住，就把花家控制起来了。太子殿下这般作为，过分，真的过分。你竟这般想啊？怎么？不行啊？当然行，你可是我的好姐妹，你最靠得住了，佳敏姐姐。你竟这般想？你说吧，你要出去做什么？我帮你想想办法。佳敏姐姐，说实话，我想出城，你可以帮我吗？要不这样，你换上我的衣服，去我们家找我爹娘，我爹娘一定能帮你出城。谢谢你啊。只是，若我和鸢尾真的想出城，他们可是拦不住我们的。你又戏弄我？没有啦，走，快去我房间，我给你擦洗一下。看你这脸上脏脏的。谁脏了？走走走，快快快！事情就是这样。不是，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太子殿下要孤身犯险，他把你关起来，其实是欲盖弥彰。时间不多了，若要成事，就必须营造出一种让对方相信，若此时不出手，怕是没有机会再出手的错觉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玉静最近不大对劲啊。是我说完你才觉得的吧？你们花家乃武将之首，如今被羁押，看似对方成功，实则是营造假象。如今陛下和杜太师身体都不好了，若是现在想动手，确实是大好时机啊！好吓人，好吓人！你害怕啦？谁说的？我嘉敏郡主怎么会害怕？我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。你说吧。届时你要稳定住局面，甚至要想办法让英王殿下去帮太子殿下，明白了吗？哦。怎么还没有来？阿发，难道是我今天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他要是知道我生气了，就应该过来哄我，你说是不是？怎么到现在还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殿下，殿下，哎，花郡主刚才让鸢尾送来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烫啊？热水。花郡主说生气了要多喝热水。你把它喝了。
啊？现在？开玩笑的吧，殿下？呵。会师放榜了！会师放榜了！什么也看不见。走，跑不去。好多人，这么多人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怎么过去啊？二哥呢？呀！二哥，长空！哎呀，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过来看呐！不看。咱们得想办法呀！看来只能用大招了。太子殿下来了！管用吗？管用。快，过去看看！哎呦，爹呀！来，过来看。中了！二哥第1名！哎呀，队员第1名啊！长空第1名啊！队员，你中了第1名啊！第1！我中了，娘，我中了！殿下，你怎么不去花郡主那边啊？他自己争来的荣光，就应该让所有人将他捧着。孤过去，不就惹得大家无趣了？殿下如今还真是事事都为他人着想啊！只是为他着想而已。你怎么喝那么多醋啊？你不是说确认喜欢不喜欢就用吃醋来证明吗？对，你快多喝一点。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爱管花琉璃的事了。瞎说，赶紧吃饭。哎，杜姐姐去哪儿了呀？杜姐姐，琉璃妹妹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里面太闷了，我出来透透气。杜姐姐，你看，今晚的星星多漂亮啊！是吗？星星在哪儿？琉璃妹妹，我们看的是同一片天空吗？姐姐，你想不想看得更清楚一些？什么？跟我来。啊！你看，姐姐，坐在屋顶上面看风景，会让人心情变好。咱们上去吧。君子重仪态，这不妥，更何况还这般高，实在不妥。没事的，你看这四下也没有人，而且我就在这儿扶着梯子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等你上去，然后我随后就上去。琉璃妹妹，你身体不好，就不要用力气了。没事的，来，我扶你上去。站在屋顶上面看风景，看得可全了，试试吧。来，一定要抓紧喽。先迈右脚，踩稳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可以的。
心。姐姐，你别怕，你看，是星星吧？琉璃妹妹说有，那便有。琉璃妹妹，有的时候还挺羡慕你的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哥哥们就会偷偷抱着我爬到屋顶上，去看院子外面的世界。后来我也学会了爬墙。每当家人出去打仗的时候，我就坐在屋顶上等，站到城墙上等。你慢着点儿，小姐，你下来吧。小心啊，小姐，你慢点，你下来吧。只要听到马蹄声，我就知道是他们打了胜仗回来了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对家人都是充满了思念与不舍，这是人的通性。琉璃妹妹，谢谢你安慰我。杜姐姐，不用谢，我只是在劝姐姐，所以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吧。强者必怒于言，弱者必怒于色矣。凡事不要放在脸上。秀英明白。太公，秀英想一直陪着您。太公知道，秀英很孝顺，100年以来，大晋积弱贫穷，被欺压，被掠夺。我们熬了这么久，才有了今日盛景。你呀，不要总是待在家里，要出去替太公多看看。以后我就是太公的眼睛，我要代替他多出来看看，然后回去告诉他现在的晋国有多好，皇子们有多和睦。太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殿下，小七、小八，在。明日安排2个御医去太师府上守着，不管什么药，只要对杜太师有好处。明白。太医院那里若是没有适合的药材，让他们来找顾。是。琉璃妹妹，我失态了。这算什么失态啊？人活着就是要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这样才痛快嘛。只可惜，好像人越长大，有时候就会活得越不随心了。琉璃妹妹，你比我想的更通透。哪有什么通透啊？人都是这样，事情发生到别人身上就能想得很明白，可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也会举棋不定的。没有人会一直活得明明白白的。
等会儿，我怎么听到花琉璃的声音了？有吗？有。不是，这花琉璃怎么跑到屋顶上去了？莫不是在与人私会呢？可太子殿下方才在屋里啊！我要去告诉殿下。那我便照琉璃妹妹说的，想做便去做，不然说不定会后悔呢。和花琉璃私会的是表姐，我要上去看看。你小心点。是。可千万不能让佳敏知道我居然会那么胆小，不然的话，她肯定会嘲笑我的。花琉璃，你怎么把我表姐带上来了？佳敏，哎呀，快小心一点啊！小心，你慢点啊！瑶姐姐也来了，小心。对呀。哎呦，表姐，你怎么就跟着花琉璃上来了呀？是我自己要上来的。还有啊，佳敏，大晚上的你就不要惊声尖叫了，你吓到福寿郡主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女孩子家家的，有话慢慢讲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又中毒一个。既然都来了，那我们就一起看星星吧。大皇兄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来找佳敏郡主啊。佳敏郡主啊？哦，回英王殿下，佳敏郡主和姚小姐他们在屋顶上聊天呢。他们在屋顶干什么呀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大皇兄，兴许她们两姐妹有心里话要说呢，我们还是别去打扰她们了。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那既然佳敏他们在屋顶上聊天，本王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早点休息啊。哎呀，给佳敏，你学我，你要不要？不要还我。要。可是这糖你不给英王殿下留一块儿？不是你说，哎呀，你慢点儿。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英王殿下只顾着饮酒，顾不上理他。哦，原来是被冷落了呀！姐姐心中寂寞呀。说什么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难道姐姐没有和英王殿下互相爱慕，互定终身吗？有这么明显吗？是，不是干嘛？那你自己不是跟太子殿下整天卿卿我我、眉目传情的？姐姐，你竟和太子殿下是一对？不是吧，表姐？现在才知道。姐姐呢？姐姐有没有心仪之人啊？这个表情，看心有谁啊？文英呢？文英有没有？谁？是啊，你们三个都有了，就我没有，也不帮我 push 了一个你。我想想啊，小7、小8，金瓜银瓜，随便看。不是，我想要的是像画本里面那样的，就是又有才华，长得又好看的。要像画本。来看流星！快许！姐姐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太子殿下，你们先聊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快去吧。我来了。你累吗？好累啊。我看你今日啊，倒不怎么累，还有时间去哄别的女孩子。我没有，
我刚刚看杜姐姐她可伤心了，然后一会儿佳敏和文英姐姐就来了，我就连他们一起哄了。但是你今晚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。那我现在和你说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你看，就你最会哄人。对了，明日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去杜府，带着我去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杜太师经历两朝，虽然平时喜欢对我挑三拣四，为人又执拗，但是他对大晋一片赤诚忠心。如今他病重，心里肯定想着太子殿下什么时候成亲。他为什么对你的亲事如此关注啊？或许我是未来国君吧。那他看见未来国君带的人是我，会不会更生气啊？他不是都送你打王鞭了吗？那不一样，那是我为晋国奔波，所以他送我助力。可是要是看我拐走了未来国君，他岂不是要骂人了？琉璃，我不想骗人，更不想让他带着遗憾走。小姐，太子和福寿郡主来看望太师。太师。哦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听说近日雾气深重，路上可好走？一路无阻。殿下，治国犹如雾中行走，若心中有方向，自然是一路无阻；若心中彷徨，就会处处碰壁。老臣已经油尽灯枯了，无法再多看几眼我大晋美好江山呐！愿你日后爱民如子，多行仁德至正啊！太师，您好好休养身体。孤知道您放心不下大晋江山，若是孤有做的不妥之处，您也要指出。太师，琉璃知道您一直都不喜欢我。华郡主，老臣以往为难你，是吹毛求疵。其实你呀，和太子殿下一样，都做得很好。太子殿下能得你相助，老臣真的欣慰。将来大晋啊，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呀。太师，各国使臣络绎不绝，玉京真的十分热闹。孤想起太师病了，无法亲自进宫看到这一盛况，便找人画了下来。我大晋强盛，万国朝会各国使臣行商者络绎不绝，金阙大街上好不热闹。
花无悲沉，快让老臣看看。飘摇追红尘，将记忆尽皆封存，寻不回安稳。坚毅的眼神，浮凌于众生。见过罗老师。陛下，这是先帝赐予微臣的大王鞭，下可贬奸臣，向上亦可打昏君。今日当着这大王鞭的面，微臣敢问你一句：何为江山？是我巍峨山河之中的天下苍生源，是我大晋祖祖辈辈万代子民。满腔的热忱，刻骨的爱恨，随血纷融于心魂。以前是老臣错了，殿下是一位合格的太子，老臣别无所求，唯愿大晋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您能答应老臣吗？能答应吗？能。殿下，阿瓦将军，当初你率兵偷袭湖州，掳走了多少平民百姓和工匠？好像是1万多人。晋国土地肥沃，百姓坚忍不拔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他们宽容又记仇。50年前晋国大旱，高昌国捐赠了粮食。20年前高昌内乱，晋国助其平乱，还赠送了农具、工匠、艺人。这些年里，你可听闻过晋国对高昌为难？这个国家的人呢，他们虽然记仇，却也很有胸襟。二殿下，你提起这些晋国人做什么？只是这些时日在晋国的感受罢了。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与他为何是两国之人呢？爹，我今日随太子殿下一起去看了杜太师，他怕是时日不多了。爹听说了，爹本打算这1、2日前去看看他。爹，为什么都说你和杜太师斗了半辈子啊？哪有什么斗不斗啊，还不都是为了大晋国的江山社稷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回见杜太师的时候吗？听夫人这么一说，我倒还真想起来了。我与杜太师初见就相互的看不惯，民政间不和，我与他在朝堂之上多有争吵。如此算来，那还是先帝那个时候吧。但杜太师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，爹在心中还是挺敬重他的。无精打采的，连我都要瞒着。小姐，其实我有件事情瞒了你很久了。老爷的裤子
是裴大人搞的鬼。哦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一边说跟我是朋友，结果转头又骗我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了，是裴姬怀换了爹爹的裤子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就换爹爹的裤子，其实我随随便便就能做到，但为何太子殿下让裴大人去换的呢？还不是就连太子殿下都看出你喜欢人家。可我毕竟是个小丫鬟，他是太子身边的红人，是大理寺少卿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我妹妹，你又是具有校尉头衔的女将，在清寒州你可是上过战场的，谁敢忽视你？真的吗？而且喜欢和不喜欢这个事情很简单，你就去问他就知道了。如果他喜欢你的话，就算是天上的人，你也要把他拉下凡来；若是不喜欢你的话，你也没有必要日日烦心啊。小姐，你说的没错，下次见到他我就问问他。这样才对嘛。好啦，我们快走吧。二哥考上会员以后还天天读书，我们去把他给薅出来。走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太子殿下还让我偷偷给你送药。云寒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吧。花郡主，能否与我谈谈？花郡主，我其实一直不想打仗。从我记事开始，就没有所谓谁先发动战争一说。两国之间早已箭在弦上，必须有一方赢才行。那若是金破赢了，晋国会如何？国事调堂，动荡难安。看来你对贵国的做派看得十分清楚嘛。那你现在觉得我给你们开出的条件还过分吗？过分。看来我那天和你说的全都白说。花郡主，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黄土漫漫之中，你亭亭玉立。是啊，霍远亭，如今你我之间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其实金破输了之后，我被关了很久的禁闭，从愤懑不平到不断想起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我也开始在想，两国之间是不是必须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？百姓们都想过安定的生活，可这江河之大，是山川河流，还是百姓人家？有时候不过是想要利用权势来完成自己的野心罢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本来来这也不是为了倡导战争之事，只是为了在众国面前为金破争一口气罢了。可你没能成功。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若我将来回到金破，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？我答应你，两国永世修好，绝不为战。你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，我没有办法相信你。你若答应我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在你们晋国沉淀数年之久的秘密。好，
我答应你。你一定记得10年之前的云苍岭之战，那场战役2败俱伤，你的爹娘险些死在那里，而阿瓦的父亲直接战死在那里。你们晋国有人野心胜天，想坐收渔翁之利。你都查清楚了吗？那日在密林中，我与你相遇，实则我一直潜伏玉京，暗中调查。当年负责押送的粮草官连月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了晋国的朱御史。竟然是他！贺云亭的话也不能全信，我还是要去亲自验证一下。多谢。二皇子，你为何跟他说这么多呀？因为谁也不是我们精魄的盟友，他们自相残杀，我们方有可乘之机。他太聪明了，所以与其骗他，倒不如告诉他一些真相。花郡主，太子殿下呢？方前听说陛下身体有恙，太子殿下便匆忙返回宫中去了。走的时候还吩咐过，若花郡主急着寻殿下的话，便去东宫就是。不用了，我就在这里等他吧。娘娘，您别哭了，陛下不会有事的。别哭了，我不碍事，耳边清静些，朕兴许还能多活几日。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等等，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讲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了。父皇，殿下，父皇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娴妃娘娘不过就是走路摔了一下，父皇便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她。她尚还年轻，您身体本就不好，还英雄救美。朕是怕她摔着。再说，娴妃担心杜太师时日无多，怕朕再走树倒猢狲散的老路，所以她就心神不宁了。那你们这些年夫妻算是白做了。他竟是半点不懂您。父皇，儿臣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。说。儿臣瞧着，娴妃娘娘才是您心坎上的那个人。您护着她，纵着她，哪怕那些纰漏昭然可见，你也全当看不见。此情儿臣不懂。自从有了琉璃，方才明白，若没有爱，您恐怕不会为他做那么多事情。可是，儿臣的母亲呢？10年前，朕的皇后联合外戚作乱，你的母亲在那个时候突然病故。朕一直觉得她死得蹊跷，但却又找不到证据。虽然最终祸乱被平息，朕却始终觉得亏欠于她。儿臣知道答案了。父皇，好好歇息。元素，你看，父皇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
苏儿，父皇，你可得用功读书。父皇最心疼的就是你。那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乖，来，父皇陪你一起看。殿下，陛下这些年心里一直惦记的是殿下您呐。而且，陛下对殿下心中一直怀有愧疚。父皇，您先喝点参汤吧。要不，我们去把殿下请回来。不必了，陛下身子有恙，自然是陛下的身子更重要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大事，我就先回家了。都等了3天了，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宋叔，我爹娘和大哥会回来吗？我听他们说，这次粮草在路上出现了问题，不能及时送达。宋叔，从来没有哪一次和今天一样。华琉璃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这些年让你耿耿于怀的，不就是找到这件事的答案吗？长公兄啊，恭喜你今日高中，金榜题名。多谢太子殿下。行，我小妹啊，自幼呢就喜欢热闹，还在清寒州的时候，就喜欢给爹娘口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写信。你等等，你小妹不只是给我一个人写信，给你一个人，那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，我记得他给英王殿下，甚至是三殿下，他都写了。三殿下那时候还在襁褓中，他偏要写一封祝贺，说是等三殿下长大了再看。我小妹好可爱啊！喝酒喝酒。哎呀，我。小妹不会是因为今天晚上去不了太平宴混吃混喝，心里才有不忿的吧？爹娘二哥，啊，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走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太子殿下。你去？对，我去。太子殿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这次我一定要保他安全。你爹我去，你都不放心啊？自己的心上人要自己来保护。就让他去吧。出去的时候要小心，外面除了有太子的人守护，还是有一些人在暗中盯着我们呢。放心吧，我和鸢尾会走密道。我走了，娘，小心点。走。